Tamaratele dadri lonse kasa dinima mitunin dugida kasanga zo dinima jurwa dadri kada shiba de juerda 对话 lasna kadarwa da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这个 lesson 第一话，周末 lesson 三句，你给三句了老师。这个周末你给三句了，你有了就让约吧话，什么 lesson 卡着，计划 lesson 确实说，嘛 lesson 计划的。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你给三句了就让了确实卡着约了是。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第三句啦，讲了确实可以约了是。他就过了，我没事，怎么了？我没事，我开车嘛说了，但我开没了哟，两个开没了，我说怎么了？可是去说，我没事，我了两个开没了，我说怎么了？可是去说了，我说。第五的，那我们周末一起去逛街吧。那我们周末一起去逛街吧。那我们安尼个做了，周末了是三句，安尼个做三句一起了是念的了，去了着啊，逛街吧了是呢，但唱了全做过了是。那我们周末一起去逛街吧。那个做三句了念的，从我那过来家做过了我说。想去哪里逛街呢？想去哪里逛街？想去了转电约吧哇？哪里了是那考完了？逛街了是那成了成不成哇？那了是考完成不成就终于出度了是。想去哪里逛街呢？成不成考终于出度了是。去罗达伦萨拉怎么样？去罗达伦萨拉怎么样？都去了之后，老单身了我了，达伦萨拉我怎么样了？是那看的多了是。他这个去给着路了，就让自己撒点米去了，你怎么样？天着了看的多边啦，去，你看了买老刚去怎么样？你买老了叫你让看的多了对哦。这个周末在梅洛康区有一个秋天市集，是吧？只有在这个周末才有，还是去那里看看怎么样？这个周末在梅洛康区有一个秋天集市，这个周末了是第三句了，再来约吧了，梅洛康区了撒家精米了，达隆斯了，有一个了就有人了是。秋天了是蹲卡了，亚嘎公卡顶卡了个蹲卡的秋天，市集了是冲了不是他们这个，冲的，那就给他们拉出大出去啊，市集。只有在那个时候，只有了是那几百元吧，在这个周末，你给公司几百元的了是，才有了是你有的了是，他起码都是要买的了是，你的公司几百元的了是，还是去那里看看怎么样啊？就天冷着呢，但是去那看就的了是。这个周末在梅洛康有一个秋天市集，只有在那个周末才有，还是去那里看看怎么样？好啊，听起来很不错。好呀，听起来很不错。呀了，你的搞了也不有啥的来着呀？好呀，听起来你的搞了还不错了是呢，也不有啥的这的。听起来还不错。他看到俺娃对话，俺娃说：“你今天下午有课吗？
你今天下午有课吗？你来就说今天下午了是呢，这里写着了，今天了这里了，下午了写着了，有了约吧，课了是能子着了，妈了是呢听话的。你今天下午有课吗？了是呢，就让这里写着子着有了呗了是。你今天下午有课吗？有。我2点有中文课，4点有英语绘画课。有。我2点有了约了，我2点去是你把啦有约吧了中文课这样子在约了，去是你把啦这样子在约了。我2点有中文课，就是你把啦这样子在约了中文课了这样子在了。4点就是洗吧了，有了约吧了，英语了是呢，英语是吧？绘画课了是呢，看单子着，英语给看单子着约了。约了是呢，其实你把啦这样子着约了，其实洗吧啦，英语给看单子着约了，给这限制着是吧？有。我2点有中文课，4点有英文绘画课。好吧，那没关系。我本来想约你去喝茶，等你下课好了。好吧，那没关系。好吧，那是呢，丫丫着了。那没关系，你看我嘛的来着。那没关系，我本来你嘛是先拿来了。想约你就让了第3说你去喝茶，假是东西出说了是。等你下课好了，那个这样子的，这把Google了，他出那Google来着了。这面那你等的，就让你的假是东西做上所以呢，就这多呢，这才Google来着。好吧，那没关系。我本来了是那么些先拿来的，想约了给的第3说一点大的。别那没看那种呢，没把你的第3说的，别那没把我看的了呢，也不约了，就是啥到我说，其实就完了说来着第3了，我约了去喝茶了是假动画做是吧？好呀，我们等我下课再去。好啊。等我下课再去，他的我们来给的吃的，就是东马有比大的多了，好呀，那是用啊丫丫来着。等我下课再去，等我那个过了我了，下课了再吹吧，再去了是你做过了我说。好啊，等我下课再去，丫丫你再吹是呢，做过了我说。他提过了时间单位那个是的，时间的单位，他第3个点称来着了，当然是出现跟着我有这个词的出来。别那他不的秒了是那嘎恰 second 了，分干嘛 minute， 小时出现了 hour， 天了是那day你嘛，天你嘛几你嘛你来的天比上过来，别那。你们记了1天，你们记了2天了，比上过了2天、3天。周了是上课的 week， 月大哇 month， 年 year 罗哇。60秒等于1分钟，60分钟等于1小时。60了出去了出去。60秒了是呢，嘎恰出去的了，秒了嘎恰了是吧？60秒了是呢，嘎恰出去的，等于了是呢几把音吧？1分钟了是呢，干嘛记得几把的了是？嘎恰出去的，看着几把的了是呢，干嘛记得几把的了是？60秒了干嘛的吧？等于了是呢，几把音吧？1分钟1了几多分钟了是呢，干嘛的？都嘎恰出去的，干嘛记得几把的了是？60分钟，干嘛出去的了？60了是干出去了啊？分钟了干嘛？60分钟干嘛出去的？等于了是几从语吧？几把音吧了？1小时了是就是几的几把的了是？干嘛出去的？看着的几把的了是就是几的几把的了是？
一天有24小时，一天有24小时，一天了是你妈记了，一了记着天了你妈说，一天有了月吧，24了你这些小时了是韭菜，一天有24小时了是你妈记了韭菜你这些有天了是，一天有24小时。一周有7天，一周有7天，一周了是一来记着，周了是week 等差的一周了等差记了，有了月吧的7天了是你妈顿，一周有7天了是等差记了，你妈顿有的了是。一个月有30天。一个月了是大瓦记了，一个了记了月了大瓦了，一个月了是大瓦记，有了是月吧，30天了是你们算去。一个月有30天了是等差记了，你们算去有的天了你们哇，一个月有30天等差记了，你们算去有的了是。一年有12个月。一年有12个月，一年了是6季了，有了月吧，12个了是中年，月了是大娃，一年有12个月了是6季了，大娃还是有了是中年有的了，一年有12个月，6季了，大娃中年。你听过了，一年有365天。一年有365天，一年了6季了是吧？有了是月吧，365了是送家出去人是吧？365送家出去人啊，天了是你妈。一年有365天了是6季了，你妈送家出去人啊有的了是。他丢我了。每次话，本来一星期一礼拜了上课季了，一星期了那就过来一个礼拜了那就过来上课季，一星期一个礼拜上课季 a week 那个，他听了嘛是台湾的是你妈们是拉当的，本来星期一的当地了1000多光的，星期一是台湾，星期二是密码。星期3是喇叭，星期4是瀑布，星期5是巴桑，星期6是冰巴，星期日、星期天了是你妈给听的哇。别那是台湾的是巴桑没是，是台湾的是冰巴没是长卡的，对了1、7多了是1、2、3、4。5、6、7、8列车的，但顿给车的出去把这星期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星期天你看了那这个的，他星期天来开有的，星期日来开有的，这等他几个米的，等他几了你妈丢了几，你从西啊出顿他的。星期一，光的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天。他的大话去年的12个月，大话去年说12个月 12 months， 12个月大话去年1月大1，俺给当不了月大话。1月了是大话当不 January 了差不多，1月 January 大话当不，2月大话28，大话28 February 啦，他本来你刚给参加长个的，月参加18的，3月大话是把 March 啦，4月大话是把 April， 5月大话我把 May 啦。6月大话出把 June， 7
7月다와 듬바 July 8月다와 제바 August 9月了是呢 September 다와 구바로아 9月 September 10月다와 주바 October 아니 11月다와 주치바 November 12月 December 12月 December 多长个今年中年不是类似呢就现在就看嘞啊这다와中年类才嘞당보니中年把了给走路了月家嘞月啊别那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是吧다와 중이别那단단한 다와 같이 단단 신다 같이 relas나 아주 가르 베시나레 12月现在중이 봐12月단다 December 와12月이렇게 되신 거. 다 되고라 4季了 남도 시를 거고. Four seasons 와 4季 남도 시. 동보디 春天 시가와 春天 시가 夏天了是야가 秋天了是冬卡你冬天了是冬卡你知道四季남도 시秋天시가체夏天야가체秋天冬卡체你冬天冬卡罗他的了大小月了是다와 친추变了다와 또 처음부터 다와 지了你们顺序节전전 다와 지了你们顺序记有了变了1月大现在当不了前来了你们顺序记2月小了现在你把冲来了3月大现在是把前4月小是把冲5月大现在我把前6月小现在就把冲7月大现在顶把前8月小8月大小现在就把前了9月小现在给把冲11月大现在就前你10月大现在11月小了现在就冲12月大了现在就你前的顺序记了你吗但是다와 중이的하고서는就路了大了是前不嘞小了是群了1月了现在当不前2月现在你把冲是吧那得做好고서는就过上第五了单词的词 vocabulary 了得行我今天들이今天들이明天상이后天나니가大后天시니가时间두세年了是로星期了是week 3주로3코懂的周末了是3주로过说下午10조生日了是冲个 birthday 了生肖了是loco了过的那下课在吹吧了你上课在错吧OK， 第五行我就乱猜你是八的嘞，俺这就录的。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时间、年、星期、周末、下午、生日、生肖、下课、上课。